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體育頻道。想到最嘅體育資訊呢，記得訂閱頻道啦。喂，紅魔鬼兄弟姊妹，大家好啊！今晚喺奧托福，曼聯主場2-1擊敗賓福特。卡斯美路第11分鐘頭槌先開紀錄，麥加也助攻。死數哥第43分鐘再入一球，上半場已經2-0。雖然87分鐘 Matthias Jensen 讚信遠射扳回一球，但紅魔最終守住3分。卡斯美路9點3分，全場最佳。布奴2個助攻，奧托福73,773名球迷齊齊慶祝。呢場勝仗之後，我哋繼續排第3，澳聯職位幾乎鎖定。不過今場唔係完美，上下半場都有驚險時刻。兄弟們，當 Jensen 入波嗰刻，你心有冇抽緊啊？下面 comment 即刻分享你當時心情。今日節目我會由陣容、關鍵時刻、戰術調整、球員評分到卡韋克嘅變陣，全部同大家拆解晒。Like、subscribe 加開鐘，一齊撐紅魔。今場卡韋克排出4-2-3-1，守門員 Senne Lammens， 後防巴洛、麥加亞、Aiden Heaven、Luke Shaw 6分鐘食黃牌，73分鐘雙出換 Euro。中場卡斯美路同 Kobbie Mainoo， 前場 Bryan Mbeumo， 隊長 Bruno、阿馬迪亞路半場換馬薩維爾，前鋒 Benjamin Sesko。開波我哋好積極啊！第11分鐘Bruno角球，麥加亞頭槌助攻，卡斯美路後住大力頭槌破網，1-0。呢個入波好經典啊！卡斯美路攻守俱佳，好似坐幽浪鬼啩咁翻返嚟又係佢啊！第43分鐘 Bruno 再次送出精準直線，斯素哥單刀冷靜推入2-0。當時Bruno 有少少猶豫將球交俾斯素哥定係麥保姆，最後佢交俾斯素哥。上半場我哋 XG 領先明顯，射門同大機會都多過賓福特，效率高。不過賓福特長傳反擊都幾危險啊！拉文斯同 Heaven 補位快，處理得唔錯。上半場完2-0，大家都鬆咗一口氣。下半場一開始，阿媽落場換上馬蘇威，但係賓福特加強逼搶同長傳，我哋中後場有啲問題。特別要講 Harry Maguire， 雖然全場8.2分，頭槌助攻卡斯美路，防守整體都算穩，係後防核心。但係上下半場，賓福特幾次從後場直接長傳打穿麥瓜亞身後，俾佢哋前鋒創造單刀機會。嗰幾波好驚險，好彩年青中堅 Aiden Heaven 補位快，守門員 Senne Lammens 又多次化險為夷，否則分數可能已經被追平。呢個時候，下半場教練卡沃克展現咗佢嘅 tactical intelligence 佢喺下半場作出重要調整，由4-2-3-1轉為3中堅陣型，3-4-3變體，麥瓜亞、Heaven 同馬蘇威組成3中堅，大路同 Shaw 推上勁位移，中狂卡斯美路加 Mainoo 加強保護，前面仍然有麥保姆、Bruno 同 Sesko。呢個變陣最大目的就係加強中路厚度，令賓福特唔容易從中間打出。之後我哋防守明顯穩陣咗，好少俾對手再有清晰單刀。最驚心一刻仍然喺87分鐘 Matthias Jensen 經攻外遠射世界波得手2-1，奧托福氣氛一度靜咗，但係紅毛冇崩盤。88分鐘GSC 入替石槽，雖然佢92分正因為 time wasting 食黃牌但係都幫手拖延時間。另外90-6分鐘呢分 Collins 食黃牌完全因為卡斯美路咁經驗搏到 Collins 推佢犯佢，令到賓福特尾段氣勢減弱。講到球員表現，我要特別提一提今場最耀眼嘅英雄 Casemiro， 9.3分，全場最佳。佢第11分鐘嗰記強力頭槌破網之後，防守端又硬淨又充滿經驗，簡直係巴西鐵腰嘅完美表現。好多球迷又唱再留一年啊！Harry Maguire 呢場有8.8分，頭槌助攻 Casemiro 做得好，防守大部分時間都算穩陣，係後防嘅重要核心。但老實講，上半場佢身後空間幾次被 Ben 福德長傳打穿，俾對手有單刀機會。好彩有年輕小將 Aiden Heaven 補位快，同埋守門員 Senne Lammens 多次神救，先話好為宜。隊長 Bruno Fernandes 7.8分，1.5個精準助攻，組織全場。隊長領導力十足。另外隊長開賽前有條片，大家一定要睇睇。
Benjamin Šeško 7.6分，上半場嗰個單刀入波好冷靜，好重要。Aiden Heaven 7.3分，表現有潛質。Lemons 守門表現可靠，鬥咗我哋好多次。Zaxi 入體後雖然食黃牌，但整體都幫到手穩住陣腳。總結嚟講，上半場我哋進攻靚，但防守有隱患。下半場教練 Michael Carrick 果斷變陣3中堅，加強中路保護，加上全隊嘅韌性同團結，先至守住呢場寶貴嘅3分。Carrick 呢屆嘅戰術靈活性真係越嚟越見到佢嘅功力啊！數據方面，全場我哋 XG 1.24對0.61，上半場優勢明顯。下半場雖然賓福特控球多咗少少57%，但我哋大機會同射門仍然領先，身體對抗同 tackles 都做得唔錯。賽前同半場 AI 預測都話我哋會勝出，結果完全正確。呢場勝仗之後，我哋繼續穩住聯賽前3，歐聯席位已經幾乎99% 鎖定。但季尾硬仗仲多，對利物浦等強隊都仲有得踢。我哋必須繼續改善後防溝通同長傳防守。好彩而家有 Casemiro 狀態回勇，視索高同 Bruno 嘅連線越嚟越有默契，呢啲都係我哋衝擊更高位置嘅關鍵啊！紅魔兄弟由季初嘅波動到而家一步一步穩住前3，大家有冇同我一樣覺得好驕傲？呢個球季我哋真係越嚟越有希望啊！今日嘅賽後分析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抽時間一齊討論曼聯。如果你中意呢種有啲數據、有啲戰術細節，又有真心批評同讚揚嘅分析，記住幫我 like， 記住幫我 subscribe， 同埋開埋小鈴鐺啊！之後每場曼聯賽後，我都會第一時間出片同大家一齊吹水。下面 comment 區即刻話我知，你覺得 Carrick 下半場變陣3中堅做得幾分？卡斯米羅、Bruno 呢組連線，今季你希望佢留隊定係應該放走？你點睇啊？我哋會抽時間睇，一齊撐曼聯，紅魔永遠傳進，歐聯我哋翻嚟啦！多謝收睇，下次見，紅魔萬歲！